Hello， 又係我比亞迪嘅 Tom 啊！嗱，今次要解答中意自駕北上嘅車主疑問啦。嗱，對於駕駛 BYD C-Line 6 DM-i 北上有啲咩好處呢？準備申請港車北上返廣東自駕遊 ，BYD C-Line 6 DM-i 滿油滿電起步，中途完全不入油不充電，最高可以行到幾多公里？喺滿電滿油嘅情況底下，BYD C-Line 6 DM-i 佢嘅綜合續航里數係超過1180公里㗎。咁啊意味住，如果由香港出發，可以輕鬆直達廣州、珠海呢啲咁嘅地方，中途完全唔使停站入油，又或者揾叉電位，真正做到里程零焦慮。長途自駕更加有效率，更加隨心所欲。BYD C-Line 6 DM-i 絕對啱晒中意北上自駕遊嘅你。有啲咩問題，快啲聯絡我哋嘅專業嘅銷售顧問啦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